今天是2005年1月16号，上课是第23次。咱们时间剩的比较少了，咱们从26页开始复习啊，复习这个指代词。今天就把指代词讲完了。26页咱们开始先复习啊。给军七月度穷的，迷茫包了，可我家村儿，人保切人都着，黑冰洋可月切了，药剂干可月加热，谢茶所，我呢可月晨曦干，给包了缺席，乃贤习度，那穷嘛寻怒西给，通呢，阿妈行度，可灭晨阳，虚息。最底下一句，俺吃送代赞检查营，扑克给，向我谢巴拉，俺阿妹绿色买肚袋，这个短词儿就不多了。28页，缺给台，可月喇叭底，打给菜吗？第二个是，缺地内送喜，强硬把军都普行，切瓦来，给面菜天呐，给比盖茶呢，台儿破的带呐，给不台呐，都把汤拆到。这个句子长，再读一遍。强硬把军都普行，切瓦来，给面菜天呐，给比盖茶呢，台儿破的带呐，给不台呐，都把汤拆到。那人给老台了，上人你莫下二位，去台儿着，他带老底儿，给军给，大家村儿人保切人都，其实农西见麦所，台儿怕麦，台盖见麦把铁呢，看的，普拉底盖见麦所，这个也再读一遍啊。给军给，大家村儿人保切人都，其实农西见麦所，台怕麦，台盖见麦把铁呢看的，普拉底盖见麦所。下边这个词儿读一下啊，这个因为有生词。kim 大吉，疟疾，kim 特吉，中西，宁西，同西，黑铁西，鱼西，大西，尼莫西，曲西，推菜，鱼推呢，长塞一把剑，写恰瓦西读的。长塞一把剑，写恰瓦西读的。热度与碰吧，沙瓦汤果瓦没把西过。体内 kim 大忌了，浪西面，这个也再读一遍啊。推菜鱼台呢，
推菜与推拿，长塞一把剑，长塞一把剑，写恰瓦西都的，写恰瓦西都的，热不都鱼碰吧，热不都鱼碰吧，沙瓦汤锅瓦没把起过，沙瓦汤锅瓦没把起过，听来看大忌了，听来看大忌了，朗西年，朗西年，给包台了，给包台了，给包台了样，给包台了样，皮美尼西，普美尼西，普吉拉卷，普吉拉卷，多借蹲给，多借蹲给，卡尔给国东西堂，卡尔给国东西堂，囊来哈毛，囊来哈毛，俺不给西说说呢，俺不给西说说呢，人保切托的，人保切托的，比多翁哦，比多翁哦，台了哈毛，台了哈毛，几几个，几几个，人保切运保西托，人保切人保西托，托性比多翁给，托性比多翁给，多借蹲给，多借蹲给，卡尔给国东西堂，卡尔给国东西堂，囊来哈毛，囊来哈毛，俺不给西说说呢，俺不给西说说呢，人保切托的，人保切托的，比多翁哦，比多翁哦，台了哈毛，台了哈毛，几几个，几几个，人保切运保西，人保切运保西，托性比多翁给，托性比多翁给。这个就不读了，再翻过来31页读句子啊。缺苏音，缺苏音，抬记音，抬记音，底下记音，底下记音，有点半句，重来啊。缺苏音，缺苏音，康乃翁，康乃翁，抬记音，抬记音，底下记音，底下记音，缺底儿记了翁，缺底儿记了翁，屯记月，屯记月，给包抬卖吧，给包抬卖吧，鱼给鱼写钱了你，鱼给鱼写钱了你，康康啊，鱼给鱼给名你，鱼给鱼给名你，记写钱，记写钱。最后一句，克拉鱼米，克拉鱼米，赌包金扎当，赌包金扎当。下边一句开始学新的啊。云丹军尼，云丹军尼，云丹军尼，云丹军尼。这个云丹咱们最熟悉这个词了哈，功德本事学问，哎，军就是过失缺点，咱们用现代话叫缺点。这个佛经经常译成过患，过失主要就是缺点的意思，毛病都是它。既然跟缺点毛病放在一块儿，那允丹呢就没有别的意思了，就是优点，哎，功德优点，功德优点跟这个缺点你二，这个你本来应该发向下的音，就是按规则，但是那个口语里头呢，它就念你，不过也是周老师说一部分人里头这么念，所以你念你也关系不大啊。说优点和缺点这两个，虚讲噻。虚讲噻，虚讲噻，虚讲噻。刚学过，去掉仨苏是谁，加上仨就是句格，就是主语。虚就是谁，讲就是也，噻就是清楚明白，清楚明白。主要意思这一个形容词，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个动词是把它显明，把它显示明显出来，动词是显明，哎，形容词就是清楚明白。这个地方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说优点跟缺点这两个呀，谁都明白，谁也明白。你一看说这个事儿对，那个事儿不对，说这个呀，然后后边一句说这把且谢，这把且谢，这把且谢。这把且谢，这把是一个这个动词是什么呢？就是混合、夹杂，给它弄在一块儿，混合，这个主要意思就是混合。做名词用的时候呢，就是搅和在一起的东西，混合起来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且是这个分开、揭开、剖析、阐释。你看后边就是引申出来，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分开、揭开、剖析、阐释。最后一个咱们熟悉就是知道，
这个知道呢，一个是知道，这是最基本含义，还有一个就是理解领会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会干什么，就是善于干什么。你领会精通，领会精通什么，也就是证明你善于做什么，你会做什么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这吧，混在一块儿的东西，你比如说优缺点混在一块儿的，或者什么东西混在一块儿的，你会把它分开，就是你看不清楚，这个都在一搅这一锅粥，你能从里头把优缺点分出来，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翻过来，开吧银，开吧银，开吧银，或者是如果名词就是开吧银，开吧银，或者是开吧引，开吧引都可以，就是读轻声，读这个重声，为了强调，这才是这个开吧一般叫什么学者、智者，实际上一般咱们佛教里头理解智者，这才是智者，这才是本事，这才是有本事的人。说优缺点这两个呢，谁也都明白。说搅和在一起的东西呢，你能够分清，这才叫本事，这才叫智者。搅和在一起就是什么呢？它也不见得是优缺点，反正这些搅和在一起的东西啊，你来判断哪个对哪个不对，哪个好哪个不好，这个就这个不太这个好分了，这么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啊，试试。云丹君尼须讲噻，云丹君尼须讲噻，云丹君尼须讲噻，云丹君尼须讲噻。后边这个咱分两段啊，这吧且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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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吧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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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可以。这吧且谢，开吧引，这吧且谢，开吧引。下一句说，却给却，却给却，却给却记系，却给却记系。却是你，给是加句格，这就是主语。你干什么呢？却记系，却是法，这个地方就是指的这个这个背景不清楚，咱们就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佛法，一个就是平常的法，就是那个技术，你外道也叫法嘛哈，各种法。记是任何任指，就是什么，任何某一任何什么法。习是任指，就是某一种。说法，任何法的某一种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的某一种。却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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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完整的句子完了。主语是你，动词是却吧，却吧是听见，听见宾语是什么呢？法，法是什么样的法呢？任何一种法，你听到的任何一种法，就是你听到的所有的法。阔窝了，阔窝了，阔窝了呀，阔窝了呀，乐喜，乐喜。阔窝是我，拉是对我，养是也要对我。乐是什么呢？是那个说话的说的命令式。这个说话的说呢，它的原型就是把这个哪若去掉，把这个撒去掉，就是它的现在时。骂吧，它这个因为这个动词啊，它在单独拿出来说动词的时候，都带一个词尾，都带把它变成一个名词。骂吧，这就是现在时。如果给它加一个这个不前加它，光加一个后边的仨，就是过去时。它这个变化，这就是一个特殊情况，它不加前加字那个。然后呢，这个咱们平常现在见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过去时，就是光给这个现在时加一个仨。你说谁谁卖吧，谁谁卖吧，就是谁谁说了什么，谁谁说了什么。现在他用到他的命令式，就是请别人、命令别人、这个指使别人、驱使别人来说，这就是命令式。说你听到的任何一种法，都也要对于我再说，都要告诉我。命令式，你都要告诉我。最后这个系是祈使句的语气词，就是请，或者是说你要这样做，就是祈使句。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管听到什么法呢，你都要告诉我。这一般就是那种就跟舍利弗跟孟建连那关系似的，说你听到什么法了，你都得要告诉我；你碰到好老师了，你就得告诉我。他们俩说好，就这种关系。
咱们来读一读啊。却给却记喜，却给却记喜，却给却记喜退吧，却给却记喜退吧。扩拉样越喜，扩拉样越喜，扩拉样越喜，扩拉样越喜。哎，就是这样一种关系。下一句，扩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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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是一个停顿，就是为了强调，为了你要注意啊，我哎。这个停顿一下，这是强调。我呢，这个你直接就译成汉文的。我呢，啊，说，注意这个啊，它后爬再有其他抵消了，一抵消剩一个什么呀？剩一个元音一啊，哎啊，元音是那个 a， 后边是加一个 n， 就直接读 n， 哎，直接读 n，n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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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而因为它后爬，它一变成蛙就变成那个医生了，是吧？你保持那个声。N 巴迪呢 ？N 巴迪呢 ？N 巴迪呢 ？N 巴迪呢？我呢 ？N 巴是什么呢 ？N 巴就是幽静处、空闲处。阿莲若。不是，它这个还不是阿莲若，阿莲若是另外一个。咱们前头好像见过阿莲若，它这个呀就是指的这个空闲的地方，它还不是阿莲若，它这个就指的世间人一般指的那个比较幽静、比较空闲的地方。它作为动词呢是缺少没有的意思，就是作为动词是说这个没有缺少就是匮乏那个意思。作为形容词就是幽静的空闲的，哎，这个一般是指地方。敌是这儿这个悠闲的地方，拿在这个悠闲的地方，我在这个悠闲的地方，我在这个空闲的地方后边日度得的。热度得的，热度得的，热度得的。咱们说过，热度是上等的，最强的，最急的，最急的怎么呢？得是安乐，得是安乐，哎，这是常用的词，得是安乐。得是一个停顿，说我在这个悠闲的地方啊，非常的安乐，哎，上等安乐。下边，两岸寄养没到，两岸寄养没到，两岸寄养没到。两岸寄养没到，两岸来得是涅槃，得是超越痛苦就是涅槃，这就是痛苦，两岸就是痛苦，安是不好，这个两岸合起来就是痛苦，痛苦悲伤，烦恼吧，也可以说超越烦恼。既是任何，阳是也，任何烦恼也没有，没的，什么烦恼也没有。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呢。在这个空闲的地方啊，非常的安乐，一点烦恼都没有。你任何也可以翻也可以翻一点啊，哎，什么烦恼也没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个国家呀，有2个王子，这个弟弟呢喜欢修行，他这个说哥哥做王子有继承的人了哈，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了，我去修行吧，他就到山中去修行去了。结果这个哥哥继承王位之后呢，后来这哥哥也死了，死了之后这国家怎么办呢？大臣们就跑到山里头去找这个弟弟，说请你出来啊做国王。这个弟弟说呀，我呢在这个悠闲的地方啊非常的安乐，一点烦恼都没有，我去找那麻烦事干什么呀？不回去。后来这些大臣们说，这个国不可一日无主啊，什么一通这个世间政治经济的大道理一讲啊，弄得他这个好像理亏了，没办法了，就跟着他们回去了。回去就做了国王，做了国王那权力就不一样了啊，给他各种享受。这一享受，你看这个人呐，要不说这个不能沾这个随顺他生，你这一步走错呀，这个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可能也是有反弹的。他在那修行很好啊，到他这一回来一享受五欲啊，他就可能感觉到这个五欲更那个新鲜，更宝贵。你要是老一直享受五欲，可能都享受腻了、烦了啊，不觉得那么。他这个离开一段之后再一回来啊，他感觉到吧，他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他规定全国所有的人结婚，第一夜新娘的要交给他，就发展到这种程度。你像这个人，这个贪欲就，最后是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？他们国家就有一个妇女啊，有一天就在大街上、广场上就撒尿，这人们一看都觉得你这个人这太没有道德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都去指责他，都就围起来的指责他哈。这个人一多了，这个妇女就站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呢？说大家都是女人，
这个时候有什么呢？那些男的就说这怎么能说我们都是女人呢？说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男人。说完这个女的就走了。这些男人回去之后什么话也不说了，回去之后各自思维，人家说的对啊，这个最后这些男的呀越想越越憋屈，最后在一块这么一嘀咕，就起义把那国王给杀了。这么个故事。咱们说这个背景是为什么呢？加深对这个话的印象，你那个多有一些联想，到时候好记忆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结果呢多念几遍，因为有这个背景呢，你就能慢慢的呢这些话你就记着。学外语啊其实就是这么过程，多加联想，多重复，多记忆，一想就能把那个意思想起来。你自然的那些话那个感觉呀语感都就有了。科尼恩巴迪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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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不得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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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伢安寄养没到，伢安寄养没到，伢安寄养没到，伢安寄养没到。你看这多好啊！什么烦恼都没有，结果呢一个不小心一下造多少恶，多少烦恼全来了。下边一句，康纳，康纳，色东岳，色东岳，康纳色东岳，康纳色东岳。康是任何，任何也可以指人事，也可以指物，也可以指人，也可以指这个地方东西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你一看后边啊，你就能看出这意思来。它是指地方，说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有时候指任何，也可以指说在某一个地方。色东，撒是吃，东是喝，两个动词合起来变成一个名词，就是吃喝，就是吃喝的东西，就是食物跟这个水。这是咱们这是比较文绉绉的解释了啊。你具体你用什么名词，你去自己去定去。约就是有，在什么地方有吃喝的，有吃喝。ter gu， ter gu， ter gu， 后边这个发音注意，嗲跟乌，d u k 加 i k u q， 然后因为有了那个上加字然，所以变成不松气。gu gu ter gu ter gu ter 就是那个地方，然就是向那个地方，拉军，向那个地方。gu 是什么呢？就是跑。这个它一个意思就是快跑。什么地方有吃喝，就往那个地方跑，就这么简单。咱们再来读一下：康纳色东岳，康纳色东岳ter gu ter gu ter gu ter gu， 康纳色东岳 ter gu， 康纳色东岳 ter gu。这有一句完了，下一句。秋心切歪，秋心切歪，秋心切歪，秋心切歪。秋是水，心是什么呢？心这个是这个小虫子，心是小虫子，一个是小虫子，这个秋心好像字面意思就是水虫哈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罗刹。罗刹是译音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恶鬼，恶鬼。这个恶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损伤人，吃人、喝人血，这种鬼，罗刹。秋心就是罗刹的名字。切蛙是什么呢？切蛙就是这个虎牙，也叫犬齿、犬牙、虎牙，就是这个大门牙两边这俩，我这个就是这个虎牙。周老师一讲切蛙，我就一乐，大家就记住了，虎牙。这个切蛙就是虎牙。然后呢，刹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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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刹是什么呢？刹就是这个中间空隙，就是空隙间隔中间，刹就是叫间隙吧，你自己去想一个这个你自己容易记的词儿，间隙空隙。那是住或者待在那儿，住是指的居住长期的住，
有时候就指的他现在就在这存在在那儿，哎，这个暂时的意思。拉是这个在这种情况下，在什么情况下呢？罗刹这个牙齿的缝里头待着，在那这个拉就是地点余格了哈。你要是在那个罗刹的牙缝里头待着，如果这样的话啊，怎么样呢？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。得刚才碰到了，就是安乐。得哇就是那个安乐的这个一个形容词吧。安乐的后边是可กื，可是什么呢？可是这个咱们那个佛教有一个词叫做分位，有一个叫分位。分位是什么呢？你把它分成两个词儿，分就是时分，位就是位置。分位。哎，分位，对，咱们那个佛教经常用这个词儿。分就是时分，就是时间；位就是位置，就是地点。哎，这个分位就是时间地点。这个可就是这个分位。这个它也有间隙的意思，它也有这个就是空间间隙的意思。这是可。กื是什么呢？กื是这个时机，กื不是时机，就是咱们现在就先总结这个时机吧。哎，机会时机。可กื不合起来这个词儿呢，整个还是一个时机的意思。说或者用现代话机会，在这个句子里头以机会比较好。说安乐的机会，安乐的它这译的是机会啊，安全的机会。实际上机会也不太好，你们回头你们可以自己琢磨译什么好。安乐的这种可能性啊，哪么样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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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都学过，哪么是何时，是时间的疑问词，哪么是何时，任何时候也没有。什么时候也没有安乐的机会，因为机会也不太好。咱们现在你明白这个句子意思了，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意思怎么样？哎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待在这个罗刹的牙缝里头的话呀，你是任何安全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是一点安全的可能性都没有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反正你理解这个意思去，就是表示这个你处境危了，你就不可能有这个安乐，就这意思。咱们来读一下。求心切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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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刹那了，刹那了，刹那了，刹那了。这两个都是发这个四声的。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，得为可กื。哪么样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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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起来试一下啊！求心切位，刹那了，求心切位，刹那了。求心切位，刹那了，求心切位，刹那了。得为可กื，哪么样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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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处理最后一句啊。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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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住这个词儿，两个塔，这是贪欲，就是我们佛教要对峙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这就是我们的敌人。哎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一切烦恼的核心，一切烦恼其实就可以集中在一个贪字上。嗔是因为贪引起的这个吃就是指的你贪，吃的内容是什么呀？你贪就是吃，实际上都是指的这个贪，核心就是一个贪字，就是这对吧？就是贪欲。贪欲，然后是冷菜，冷菜求我你，求我你，冷菜求我你，冷菜求我你，对吧？冷菜求我你，对吧？冷菜求我你。冷是什么呢？冷是一次两次的次，一回两回的回，它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？回报。基本意思是回信、报应、后果、答复。还有这个答复，就是你问一个话，我答你一句话就叫连。哎，回报、回答啊，也可以记回答。再一个就是有因，它是代表结果，结果有报应，有这个后果，结果。人
人主要意思我看概括什么，就是回答，哎，回答可以这样讲啊。然后擦是盐是吧？咱们学过，擦是那个食盐，咸盐。冷猜是什么呢？还是食盐，哎，就是他那个冷呐，他没取那个他的意思，但是这个词呢，它就是食盐，就是盐。盐的什么呢？秋窝是河，秋是水，加上窝就是河，江河。说盐水河，盐河。说贪欲盐河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它这是宋的，它这个因为字数限制呢，省略了动词。说贪欲就像盐水河一样，或者说贪欲就是盐水河，等于省了一个是，是吧？贪欲是盐水河，等于那个说俗物动报，色即是空，他就不写那个谓语了，这也是这个贪欲就是盐水河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给整个句子来一个停顿，就好像说我呢，哎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很安乐，一点烦恼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强调。你要是不加这个呢，就没有这个强调感了。我在这个地方什么，哎，他实际上那个就强调我呢，就是你们不是找我吗？我呀，我在这很好，我不去。哎，它是一个一你，这就是强调，就好像加一个这个强调感叹号一样。说贪欲啊，就是贪水河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强调一下，后边怎么样呢？记咱们借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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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是啊，记咱们是什么呀？是怎样，是吧？哎，怎样？这个借，这是咱们在学心经的时候学的是这个词，就是行。行，记住这个字啊，有两个意思，基本意思。一个是这个行，一个是享受、享用、享受，这是享用是它一个基本意思。这个地方用的就是享受的意思。说啊，享用、享受有点这个概括不了，享用。因为享受一般都好像是指的好的东西哈，实际上你那个享用这个不好的东西也是一种享用，哎，它这个享用是中性的，不是指的那个享受，就是包括享受。怎样享用讲也，迷翁呗，我哎，我哎，迷翁呗。哎，这是迷跟我没这个连读，都是分开读的。迷单独读，我们也单独读。我们跟白发这个轻声，迷我们白，哎，我们是读三声的，迷我们白，哎，怎样享用也？我们是什么呢？满足、满意，主要意思是满足、饱足、够了，哎，满足。我们是过去时加了一个撒，这个借是一个这个未来时跟那个过去时是同形的，都是这一个样子。这个现在时就是加上哪弱就成了倔。这个地方是过去时还是未来时呢？说怎样享用也这个实际上是过去时，是吧？就是说你怎样享用它，你也不能满足，不能这个满意，不能这个吃饱，各种意思。整个这个句的意思就是说，贪欲就像盐水河，这个怎样享用？你看他下边翻的是喝多少，这翻译的很好。因为他怎样享用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喝呗啊！你喝多少呢，也不能满足，也不能解渴。哎，这个译的很好。还是个句子吗？这个拜呢，这个我现在是我先说我的理解啊，这个可以商量啊。咱们刚学了一个就是在句子最后加上一个句格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是表示肯定语气，叫肯定语气词。我的理解，这就是那个肯定语气词，就是在句子最后一个词加一个句格，就是贪欲就像盐水河，这个人们不好接受的。说你喝多少也不会满足，人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。他表示啊，就是说你肯定是这样的，哎，就是说你怎么享受你也不能满足。他为了强调，为了肯定，估计是这个意思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对吧？人才求我你，对吧？人才求我你，对吧？人才求我你，对吧？人才求我你。记咱们借讲，记咱们借讲，记咱们借讲，记咱们借讲。迷我们白，迷我们白，迷我们白，迷我们白。记咱们借讲，迷我们白。
记咱们这个米安排。哎，好，咱们来把今天学的读一遍啊，翻回来最后一句。云丹君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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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须江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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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摘拔切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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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拔银，开拔银。第二句，却给却继续却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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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我那样灭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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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我呢，可我呢，恩巴迪纳，恩巴迪纳，可我呢，恩巴迪纳，可我呢，恩巴迪纳。热不得的，热不得的，热不得的，热不得的。伢俺几样没到，伢俺几样没到，伢俺几样没到，伢俺几样没到。康纳瑟东康纳瑟东岳，康纳瑟东岳，康纳瑟东岳，康纳瑟东岳。台日狗，台日狗，台日狗，台日狗。求心千万，求心千万，求心千万，求心千万。差耐了，差耐了，差耐了，差耐了。求心千万差耐了，求心千万差耐了。台湾可给，台湾可给，台湾可给，台湾可给。哪么样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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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湾可给，哪么样没？台湾可给不？哪么样没？对把人才求我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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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记咱们这样米安排，记咱们这样米安排，记咱们这样米安排，记咱们这样米安排。好，时间正好。这个上一节课学的比较多，这课正好比较少，大家就是多读，多听多读。存一下。